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23号，公元2018年11月30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参访福冈东厂寺后，结束日本访问行程；纽约藏人社区向司政洛萨桑格颁发最佳领袖奖。 司政洛萨桑格出席感恩荷兰活动。藏传佛教尼玛派第7任教主嘎托格泽仁波切不幸圆寂。中共在西藏展开新一轮针对僧尼的法治培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四，11月22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参访日本西部九州岛福冈的东厂寺。 并在东厂寺传授佛法后，结束此次对日本为期10天的各项访问行程。11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莅领日本西部九州岛福冈的东厂寺，在参拜该寺后，尊者为1500多名各方信众传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以及莲花戒大师所著的修次中边等妙法。 达赖喇嘛尊者在弘法活动上表示：“今天能来到这一著名的寺庙，感到很幸运。更重要的是，有机会为那些在熊本地震和近期的洪灾中失去家园的人们念诵心经。” 尊者呼吁日本人民不要只注重物质发展，还要考虑思想和情感的运作，并提醒现场信众要努力成为21世纪合格的佛教徒。在圆满结束对日本的一系列弘法和参访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25号取道新加坡返回印度，并顺利返回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官邸。 在达赖喇嘛尊者抵达达兰萨拉近郊的冈格拉机场时，受到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於托甘玛格列、安全部部长布华次仁和各非官方组织代表的隆重迎接。达兰萨拉附近的藏人也纷纷到冈格拉机场至达兰萨拉尊者行宫间的路旁，热烈迎接尊者安全返回达兰萨拉。 此外，上周六，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美国纽约进行访问期间，出席了纽约藏人社区成立西藏文艺团25周年纪念活动，并在活动上接受了藏人社区颁发的最佳领袖奖。11月24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纽约出席了当地藏人社区成立的西藏文艺团25周年庆典活动。 并在活动上接受了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协会颁发的最佳领袖奖。司政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感谢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社区为我颁发的奖项，但是这个奖项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藏人行政中央嘎夏和为藏人社区服务的成员。 纽约和新泽西是藏人居住最多的社区，所以我们需要为西藏自由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是整天游手好闲地讨论一些政治话题。相反，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找出方法挑战中国在全球上崛起的力量。司政罗萨桑格结束对北美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前往阿姆斯特丹参加感恩荷兰活动。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结束对欧美11个城市的参访行程后，于11月26号抵达荷兰。26日，司政洛萨桑格在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后，会见当地400多名藏人，并发表了演讲。随后出席了由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举办的感恩荷兰活动，并在活动上发表了讲话。 司政洛萨桑格在感恩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共侵占西藏后，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藏人在流亡中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传统文化。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非常荣幸有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事业上做出大力援助。
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因此，我们在异国他乡扎下了根基，这些都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人民对西藏的支持。司政在演讲中还谈到了中共对藏传佛教的牵制，以及拆毁佛学院和驱逐僧尼等的问题。司政最后还表示，很多国家在中共的压力下拒绝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参访，但也有很多国家的官员不顾中共的压力，始终为西藏的自由事业给予关注和支持，使我们深受鼓舞。司政罗萨桑格还在感恩荷兰活动上向荷兰政治家埃里卡·乔治纳·特普斯特拉女士赠送了纪念品，并感谢埃里卡女士在40年来一直同西藏人民站在一起，并不断为西藏的正义事业付出了努力。另外，藏传佛教尼玛派第7任教主嘎托格泽仁波切于近日在尼泊尔不幸圆寂。据藏传佛教尼玛派嘎托阿宗维瑟东嘎曲阔林寺发布的声明指出，嘎托格泽仁波切本已做好准备前往达兰萨拉参加定于11月底举行的西藏宗教大会。仁波切在动身赴会前，决定首先访问尼泊尔境内的尼玛嘎托阿宗寺与嘎托雪谦贝若寺。本月19日11时30分钟左右，仁波切徒步走在一段颠簸难行的山路时，不幸失足滑倒后圆寂，享年64岁。在嘎托格泽仁波切圆寂后，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与西藏人民议会分别发表声明予以悼念。藏人行政中央嘎夏还举行祈愿法会，并关闭各部门半天以示哀悼。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与西藏人民议会分别在声明中向嘎托格泽仁波切的弟子与藏传佛教尼玛传承的信众致以慰问，并表示仁波切的圆寂对藏传佛教及尼玛传承来说皆是巨大损失，并祈愿仁波切早日乘愿再来，继续弘扬佛法，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第5世嘎托格泽久美丹巴坚参仁波切于1954年出生于西藏东部的果洛地区，被第16世噶玛巴让琼日培多杰等高僧大德认定为第4世格泽奇美丹巴南杰的转世。2018年1月在菩提迦叶举行的第29届尼玛派祈愿法会上，尼玛派高僧大德与尼玛传承6大寺的代表共同选定第5世嘎托格泽久美丹巴坚参仁波切为尼玛传承第7任教主。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上周一11月19号，中共昌都市委统战部根据所谓昌都市藏传佛教教职人员教育培训规划2018到2022年的要求，在昌都市召开所谓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培训班，并称这一培训是为了增加僧尼的法律知识。据总部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报道，11月19号，中共昌都市委统战部对来自昌都各地的42名僧尼展开为期8天的所谓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培训班。该培训重点围绕中共所谓19大精神、4条标准、中共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同时要求参训僧尼要把所学知识主动融入引导僧尼管理寺庙工作中。自中共侵占西藏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在向西藏僧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在近期进一步加剧中共对藏传佛教全面采取打压政策，并控制寺院。西藏大部分寺院的管理都由共产党控制的民主管理委员会接管，而该委员会由所谓的爱国僧尼、党员干部以及中共值得信赖的宗教人士组成。中共专门针对藏传佛教寺院实施的打压政策，使西藏的僧尼反感，甚至群起反抗。因此，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寺院是抵抗共产党统治的中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打压藏传佛教，而另一方面却利用藏传佛教来促进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带一路倡议。
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